放在我一定。你们笑的时候牙齿跑出来多少？钱多数。钱多数怎么样？你牙齿白啊？难道你用黑人牙膏哦，不能白人牙膏掉？笑的时候你以后注意一下，刚好要露出8颗牙齿，好不好？那叫他冷气。背一蹦，我要是嘴气也好好发掉，我都刚好8颗，你对不对？我拢全拢背，我连3个月，所以修道嘛是感况啊，修道爱练啊，修道难道不要练吗？所以怎么样？要有那真心，要勇敢，要有勇气，要精进，告诉自己说，我好喜欢我自己哦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得怎么样。给自己好多的压力，